豆豆打开了，拍开，这就是咸菜，这就是挂菜变咸菜。生咸菜进前一定要用盐。咱食饭煮菜咧用迄种盐有无？一腌菜，搁一腌盐，一腌菜，搁一腌盐，啊，再用石头缀落，一个月后就变咸菜。上无爱洗一个月。真正呢？真正吼，酸酸，来你摕我边，酸酸。你无？伊个愈刮愈会晓，愈刮愈会晓，安尼。好。啊，咱即摆这拢做好啊，等者拎去车顶再来台北卖。手爱转，手爱放，一手放，嘿，要转，甲转。这做重的，对无？安尼，甲转，手爱换，咱的手爱换，有没有？哦，120公斤呢。是咸菜，拜托阿公阿妈、阿伯阿婶、阿姐阿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爱吃订阅、搁吃赞，还搁有分享给你所有的亲戚朋友。我最爱食卤肉饭甲空肉饭，尤其是原顶的咸菜，咸咸香香，甲卤肉也是空肉配做伙，实在最好食的。也毋过，我一直拢唔知影，这个咸菜是安怎做出来，真好闻。我今仔日有机会来到云林大陂来学做咸菜。云林大陂就是台湾做咸菜上大的产地哦。大家好，今日要带章鱼烧，咱来看阮的大陂的名产咸菜。咸菜的故乡就是伫阮大陂，所以我今日来带来现场，今日要来看章鱼烧。哈，敢毋是要看咸菜，哪会变做章鱼烧？要去倒位？只要看咸菜，咸菜馆就是梅干菜啦。啊，这超2楼高，2层楼的高嘛，这超两楼。这是空的时阵哦，等冬天的时阵，咱要洗咸菜就爱甲落落晓，再搁用石头边仔遐石头重压下去，才会出迄个咸菜汤。啊，1个月后准备要开封，就是要开，啊，就变黄的，青的挂菜变黄色的咸菜。老师，为什么有酸酸，还搁有香香的味？因为阮这咸菜已经洗好啊，所以有迄个香味阵走起来，啊，所以咱等下就是要看咸菜生做安怎。豆豆打开了，拍开，这就是咸菜，这就是挂菜变咸菜。有香无？一阵的香，酸酸香香，这拢是咸菜，就是挂菜变咸菜，就是规个拢是啊，伊莫互日头照到，就是莫互变乌，所以咱就是爱甲砍咧。要爱的时阵，咱才坐空白啊起哩，你甲片酸酸香香。真正呢？真正吼，酸酸，来你摕我边，酸酸。你无？这酸酸香香呢，你来看，章鱼烧，你来看，这规丛对无？这规丛咸菜，咱等下是要去迄边看阿婆把咸菜头甲咸菜尾挂掉了，留这条心，要煮咸菜啊用，还是讲要一般的料理？咸菜叶啊是要创啥你知无？要做咸菜干，就是梅干菜，所以这爱拍个大，所以伊全部拢会当食，全部拢会当做加工。啊，你即马嘛当食，即马免请，等下我念一出来食，因为哦，你即马食咧感觉足咸的，很脆啊，对无？脆脆，啊，但是又较咸，但是等下咱爱搁洗啊，洗咱就当煮。有滴食看卖，有滴食看卖。袂吗？好食呢。啊，你还有问题无？有，我有一个问题。要爱的时阵，咱才坐空白啊去哩。什么是空白啊？空白啊就是输送带，输送带就是甲咸菜塞起来，唔免用蛋的，咱人唔免用蛋的，你知无？蛋。咱就用这较新工，甲咸菜甲蛋起哩了，互伊坐空白啊起来。空白啊。空白啊，咱人较新工嘛，较袂遐忝。即摆这是上顶悬的菜，等者过一工2工，搁直落，可能1个月后就上下底，就像拄咱看的迄足深的，超2楼悬。即卡咸菜汤可能会当装超5万斤，超过1、2架地，1、2架地的菜拢伫遮。
啊，唔那安尼悬哦，会挂菜时阵爱头一人悬过，出图片出来，然后一人悬，啊，再搁用石头达伊会烧落，烧落到底，嘿。老师，这下骹这个白白是啥物？这就是盐，要生咸菜进前一定要用盐。咱食饭煮菜咧用迄种盐有无？一腌菜，搁一腌盐，一腌菜，搁一腌盐，啊，再用石头缀落，一个月后就变咸菜。上无爱生一个月，上好是生较久的伊搁较芳。一个月伊会变黄的，但是2个月后伊会芳开甲酸度会足好的。哦，所以这上无爱生一个月后才会使开。哦，啊无你这食起来无一个月，感觉会安尼脆脆啊，脆脆的迄个味。所以啊，你啊1、2个月开吼，那个迄个芳开会足芳的，因为靠盐甲挂菜，伊会家己发芽起来。因为但是你爱缀有重，伊才有发芽哦。石头一定要缀重，所以伊就才变咸菜。咱大比这个所在就最适合咱种挂菜，气候、土甲水都很 OK。所以这就是咱全台湾产量上悬的咸菜，8成拢是伫阮大比出。足芳的你有选择你都讲过无？萝卜饭、卤鸭饭，哦，对，过来，菜包、菜包、菜包哦，挂包，挂包，嘿，啊，搁有咧，咱食牛肉面是毋是拢有这？嘛是敢呢。若有一种胖嘛有呢，哦对，哦，放这，嘿，咸菜有。伫买个买个的时阵咧生，元宵过买菇菜，就是黄啊。菇菜是什么种菇菜？菇菜安尼菇起啊，这几秒都黏来，真啊。沙拉鸡是兵器吧？玛莎拉蒂啦，玛莎拉蒂，玛莎拉蒂，黄金坤内底有玛莎拉蒂，你若认真做，一定有通买玛莎拉蒂。像嘛，我拢讲笨欠呢，你无可能用一张安尼用啊，你唔免搁伫遐咧压，啊，所以你这用安尼，啊，这种白铁啊咧，拢白铁也袂生鲜啊，咱用铁啊一定生鲜。用玛莎拉蒂咧涂黄金坤，黄金块的笨欠，好，玛莎拉蒂来用咸菜，认真做，认真买，咱就会当有机会，好通使玛莎拉蒂，有力无？无力的。无力，因为吐伤侪粒，所以会无力，这渐渐要注意哦。啊，照你用无？会晓用无？笨欠，这样，嘿，先要甲摕起你，嘿，你唔免用压的嘛，用手甲用。腰会酸。对，这腰是伊慢是。挂菜生了就变咸菜嘛，咸菜是甲迄条心留咧食了，甲迄条叶啊摕来拍个打，变咸菜干。咸菜干阮就是讲梅干菜，啊了咸菜摕来拍好要打毋食它的时阵，佮摕转啊红啊煎落，佮甲生，叫做2次发酵，两盖落发酵，叫做拍菜、浮菜这样。所以是为挂菜开始一直变。你要煮咸菜啊，要煮梅干可乐，还是要煮笋干，还是要煮啥，拢会当用到。大家好，我的男来去家这是香菜，是香菜。啊，用汤啊底，啊再来只要准备挂头挂尾，啊用迄个猪膏啊吐来只啊，或者阿婆挂头挂尾安尼。咸菜汤用空白啊宰起来了。啊来甲教伊就爱分大粒细粒嘛，啊有头有尾安尼。伊即摆类有较大丛、较细丛，啊有心甲无心。什么产品？哦，比如讲有叶啊甲无叶啊的，啊会等者要去做加工啊，比如讲伊要搁加丝啊，所以爱甲部位甲分出来。啊有叶啊甲无叶啊，啊有头甲尾拢爱甲切的，啊好清蒸起好了，就准备要去加工。这咸菜尾要拍打，咸菜干，这就是咸菜尾。咸菜尾就是出去拍3、4天后，伊就变打，啊了就变菜干。菜干，打就叫做梅干菜，台语阮拢讲菜干。菜干，嘿，啊这就是要加丝啊用。处理一下。这要加丝啊，就是切加丝啊，切一丝一丝的，嘿，等下要去机械遐加，啊嘛有一条心的，这，迄个是咩？嘿，迄一条心就是要煮的，就是讲咱一般料理要用的。
哦，迄心一粒一粒迄。甲章鱼烧要安怎切头切尾条？咱为鸟开始切，啊，你刀仔夹好，刀仔夹好，毋对，搁较落啊，嘿来，嘿对，豆豆落落，豆豆叮当，安尼，上下，左右，扭来扭去就好。安尼，哦，这个头就起来对无？这头起来，这无要按的，啊，咱用挂尾来。手一手翻咧，一手翻咧，尾翻咧，啊，挂尾照落，嘿对，嘿对，啊，搁换一袖，嘿对，翻咧，把乌的挂掉，无毋对，搁较落啊，嘿对，啊，搁来，搁一袖翻咧，啊，甲袖挂落啊，嘿，搁来，剩一袖，来。好，安尼就变一条咸菜啊，有无？有头尾只拢一鸟，这尾嘛一鸟，啊头嘛一鸟，所以把迄个尾甲头刮掉。你等下只，哎对，等下只放，才摕起啊放啊，嘿，安尼，安就变一粒啊。差不多11月初开始种挂菜，啊，就差经过65天到70天，阮才会当收挂菜。啊，收挂菜完了就是准备要试咸菜啊。正月中，你若来甲阮大比，就是有看到要试咸菜啊。啊，试完头一个月，阮就会当准备开咸菜窟仔来卖咸菜。安尼较袂挂着手啦，安尼有无？这工哦，会啦，会当来做工啊。伊个愈挂愈会晓，愈挂愈会晓，安尼。好。啊，咱即摆这拢做好啊，等者恁去车顶再来台北卖。安尼，哟，哎呦，哦，这个要这样转，100公斤，哪会让你转？好你转，我该换咧，无要紧，你爱倒过一边，你迄边。好，来，倒过，然后靠这个角度转，手爱转，手爱放，一手放，嘿，要转，甲转。这做重的，对无？安尼，甲转，手爱换，咱的手爱换，有没有？哦，120公斤尔，120公斤。这个蒸咸菜汤啊，量要比我搁较重100公斤。我看也是10年后才过来调整好啊。即摆我先来用这个空汤啊练习看卖。这样推。有哩。这是保龄球嘞。开始哦，滚去那边再滚回来，看谁比较快。安尼较紧哦，我较紧，还是你较紧？你较紧哦，你较紧哦。哦，你哪比我较紧？然后再转回去哦，再蹬你。啊，你比我较紧无？我较紧啊哦，今摆我较紧哦。我较紧啊！紧的哦，蹬较紧的，好教。搁来练蹬遐放就好，来练蹬遐好。哦，是规支莫用练的，用摸较紧，用摸遐，安尼较紧，因为这轻啊。看细卡的咸菜汤。谢谢。来看迄个细卡的咸菜汤。咱头先看迄只大卡，即摆是较细卡，40当前至50当前起的这差不多挂菜4-5分的量洗落胶就甜啊，所以叫细卡嘛。所以这就是较早民国60几年跟70几年起的咸菜汤，这是用庄仔的哦，庄仔佮打泰乳，即摆拢毋是饲鱼啊，就是放咧海啊，即摆就拢无咧用啊，变成公园，把它改造之后。对，甲变好较水的。啊，咱人若来会当互因知影讲，较早是咸菜就是直接出来。原来较早用来生菜骨，又搁号做金骨，即摆煞变成公园的艺术品，真正是伫咧大比才看会到。老师叫我去看地图算看卖，这个公园有偌济啊？有够济啊！有超过
20个公园啊哦，住伫遮的囡仔真正是足幸福的，而且遮的公园阁有遇到 IAA 英国的世界大奖哦，大家一定爱来遮行行的。这就是做大水的时阵，要看偌悬的时阵。诶，音乐关哦。嘿，阮庄内做大水，哦，所以140了，所以我140公分。旧年的7月做大水，凯米台风做7月的时阵是到遮，可能差不多140啊，140。嘛捌细汉的时阵超过200。小时候，我小时候，这个是西镇村啊，地势最低的，所以叫西四潭，上低的所在。水若济的时阵，倒灌去把庄内，所以才做大水。但是叫抽水站的，那种抽水站啊。嘛是个 A， 几率比较少而已。大鼻箱是安尼，啊，伊起来就是很像一个象的鼻子，好不好？两只大枪就是要希望把庄内的水抽出去外口，喷倒出去，莫搁做大水。好无？一片是向外口，恁有注意看头鱼吧？时阵是喷外口，所以把水甲喷出去。啊，你若像安尼去卖较少钱，咱甲一粒变菜丸啊，会变较济钱出来。啊，我教你安怎剥，首先就是爱甲伊揪好滴，像咱的头毛，甲揪好滴，一支啊揪好滴来，哦，有无？我即拢一张一张揪好滴，啊头甲尾爱甲分出来哦。7、8条的时阵，咱就准备要来甲拗做3拗，安尼好啊哦。啊，你注意看我，这头啊，这尾要拗3拗，就是这头甲拗过来，拗来中，啊尾拗来中，就哇，这中间啊手啊定好按，定做按的，互伊较尖扎的，定做按的做按的，较尖扎的啦，较尖扎的，看着较长的，咱就是要做烧啊，啊开始转，甲转落了，甲接过，第一条接落，接第2条，共款安尼转，一直转。这个尾溜啊，动落去上下底，莫互流出来。哦，啊，这小可痒的所在，佮啊擦，啊，就变成一粒菜丸啊。哇！你会无成？我这粒要卖30块啊，啊，你这粒要卖偌济？5块。这个咸菜干要哪甲剥一粒菜丸啊？哎，我有一工想问囡仔，啊，你爱煮菜干无？我不会，我拢袂晓。我想讲。阮较早拢会晓呢，阮较早安尼7、8岁、才10岁，阮就开始咧剥菜干啊。啊，所以我想讲，若袂晓哇，这个文化会无去啦，会当年啊，阮甲农业部摕一个食农教育的计划，去要好好执行。想着讲，无咱用阿嬷的角色去教囡仔，安尼较紧，就一炮而红。这次大鼻乡动会和大鼻青铜联谊会是建立去校园，用着大鼻阿嬷一生为主题，向小朋友来介绍乡内农业特色。这拢无人防腐剂哦，这吼你等于用塑胶袋啊放咧，绑起来就好，嘛免冰，放啊恁兜的厨房。啊，你要摕的时阵手打打，莫澹去甲摕起来，啊，你煮安尼就好。教你安怎煮，刨开了。一叶用水甲洗好清气就好，莫用水甲浸毛，袂使浸毛。啊，起来了甲剁到幼，去买3层肉，啊切落一地咧用控肉，啊淋这梅干菜来煮控肉，梅干可乐，啊剁好幼，啊来滚，啊起来迄气味足香的。你即马甲偏有梅子的味道，吼。老去暖了。天然。今仔日我来到台湾上强的所在，佮看到这大的咸菜区，会晓安怎切咸菜，安怎剥咸菜丸啊。咸菜虽然毋是饭桌啊悬顶的主角，也毋过无咸菜就欠一味。无我的大比的人，拢甲咸菜区当作是黄金区来珍惜。大比毋若做咸菜，伊的公园也阁有七甲，嘛足出名。老师讲，这尾个开始是咸菜，到时我阁要招有弟来倒沙缸。这窟窿妈妈把给窟窿很厉害呢。你看，修饰一下哦。你看你妈绑的魔术老师人呢。厉害，噔噔噔噔。
来个冬一阴。动画出来。讲到咸菜啊，顺创就补嘴软。阮母啊，定定组织出菜，即项料理互我食。尾啊，我出外回乡的时阵，阮母啊就会炖一鼎即个咸菜鸭互我食。即个咸菜鸭有一步好，阮母啊定定讲阿创诶，即个咸菜鸭吼我煮好啊，放你灶骹。你若要食的先烫好烧，你就当来食。即个咸菜鸭所以一步好，就是对家庭主妇来讲你就放伊遐。囡仔要食的时阵就底饭，无论你是干那硬即个鸭肉，还是配一寡咸菜，甚至是顺从安怎食，你知无？我干那较汤，你看顶头一烟油，芳芳，甲即个饭搅做伙，是地泡饭，水2-3下，就食饱。当然你嘛是爱食即个咸菜配即个鸭肉，好的咸菜。袂当伤甜，袂当伤烂，你加落了就软软，内面甜甜，加落了酸南开出来，这个口感真好。这鸭肉其实甲咸菜有了成的，我较爱食带皮你小咬落去，小加落去的时候软软，鸭肉其实真软，润薄了，迄鸭肉的肉味就出来。是安怎有咸菜这项料理这出菜咧？我有除了咱影片之前所讲的这个大比是咸菜台湾上重要的产地，过来就是婚姻介意定定做一苦肉翅你甲在地这两项的这个物产甲夹做伙变做咸菜鸭。毋是逐所在拢有的哦。我去外口问人，也是讲朋友来阮兜食的时阵，咸菜足侪人是无食过的呢。这袂输面向的不好加共款有的菜可能是在地限定的，拢真有注意在地人的感情记是夹做伙。过来到这间三角汤的土土鱼羹，土有个人讲土土，像这间的店头家就讲土土鱼羹，拢会当。土土鱼内底，阮即摆佫改良过，有一寡综合用一寡海产类，就是有蚵啊。不过有一阵这个土土鱼羹的店面真济，有个人掠做这个土土是做粗俗的鱼啊 ，no， 有一句台语的俗语叫石桥加土土，就是华语的鱼目混珠的意思，所以这是土土，其实是真好的一种鱼甲这做鱼角了后个粉落油鼎煎芳芳糯糯，若是鱼羹有掺油面，还有羹顶头掺乌醋，这香味佫较起来。你也爱食盐水佫加一款的味。像这间伊是用传统的土土鱼羹，佫掺其他的这个海产，哇，有青的蚵仔，佫有飞机等等，所以伊互规个这土土鱼羹佫较青草，甚至佫有迄撒这个鱿鱼，正讲就是一个山珍海味。过来，咱来试食一款新秘的鸟仔饼。鸟饼你看咧形，你就知影讲伊外形亲像鸟才安尼叫。不过伊早前伊有鱼葫芦、叶菱角等等的各种的形，佫叫做色饼。主要是离家己的溪口分的大比，甚至台北大酒店有咧卖。自细汉知影这个饼会晓食，唔知伊啥物原理。一直甲我读一本册《台湾甜》，伊内底甲鸟仔饼的历史故事做了，佮伊的意义拢写做真足的。咱若唔知，就爱加读册。所以伫遮推荐一本何果子的《台湾甜》，伊讲的是咱台湾传统节日的糕仔饼，甲介绍甲做真足，是一本好册。所以咱来食鸟仔饼，互你食甜甜真欢喜。我定定哪顾囡仔哪写报告。我定定一边带囡仔，一边做报告。我定定是方面顾囡仔，一方面写报告。我定定一边顾囡仔，一边写
报告。我常常哪咧顾囡仔，哪咧写报告。我常常哪顾囡仔，哪写报告。我常常哪照顾囡仔，哪写报告。我常常哪顾囡仔，哪写报告。我常常一边顾囡仔一边写报告。我常常一边顾囡仔，一边做工课。咱同时间做两项代志。在中文，咱有一种句法，就是一边怎么样，一边怎么样，还是一面怎么样，一面怎么样。譬如讲，我一边顾小孩，一边写报告，还是讲我一面煮饭，一面打电话。但是这种同时间做两项代志的句法，在台语其实有一种伊固定的讲法，叫做哪安怎哪安怎。上常常听的就是哪行哪食，有无吼？以前老师啊，还是大人拢会甲咱讲，唔通哪行哪食吼。哪行哪食，伫咧中文其实就是边走边吃，就是一边走一边吃。所以咱拄仔讲的迄两个例，一边顾小孩，一边写报告，是哪顾囡仔，哪写报告。还是讲一面打电话一面煮饭，哪敲电话哪煮饭。即摆足侪人拢会受到中文的影响，就是讲我一边安怎一边安怎吼，还是讲我一面安怎一面安怎。譬如讲拄仔讲的迄句，伊可能就会讲做我一边顾囡仔一边写报告，还是讲我一面煮菜一面敲电话。有的字典其实有收一面安怎一面安怎。但是其实哪安怎哪安怎这种讲法，才是更较普遍的台语的讲法。我要甲大家提醒，咧台湾话吼，这种同时间做两项代志的有固定的这个句法，就是哪安怎哪安怎，咱会记得甲伊引导转来。咱拄仔讲到迄个哪安怎哪安怎吼，其实伫咧台湾话有一个类似的讲法，还是另外一个意思。咧中文讲的越来越怎么样？譬如讲，这个人吼越来越漂亮，咱除了讲愈来愈水以外，嘛当讲哪来哪水，也是讲咱若是1月、7月、8月入来到9月、10月，就是天气的哪来哪凉。今仔讲的这两种表达方法，其实是台语足普遍的这个讲法，但是渐渐大家愈来愈无用，就渐渐袂记的。提醒大家爱甲捡倒转来用哦。那咱来徛古早人观点哦，奇怪，恁咧大塔拢徛。你知影？你若要话讲恁兜甲学校对无？你的话讲校话咧北边哦。你知若地图若徛着一定北边伫面顶，地图才会徛起来，对无？但是古早画地图是用你身躯。我都讲看头前的北方，所以古早讲起来应该是啥？因为古早画地图，看你徛伫倒，你就画啥。但是18、19世纪了，因为爱航海，真侪国家爱交流，你画东边，伊画西边，对袂起来，才开始啥？有咧做地图，人才开始互相大家讨论讲，无咱是毋是啊？有咱画地图爱画讲啥物经线、纬线有无？无用那种北边，较慢慢统一。无然这古早就无一定安尼。特别是中国，中国因画图，因有一个原则，含国画共款。恁小朋友若有迄国画人知影讲，国画在讲较远，拢画伫面顶有无？较近画伫下骹。所以你看伊若咧画台湾，拢嘛是中国画下骹，台湾画面顶。为啥拢是安尼？我若徛下骹，台湾你一定安尼画下嘛？看咧敢若倒诶，敢毋是？迄古早一个习惯，迄是足合理诶习惯。但你咧习惯甲你倒即边，我倒即边无共款。因为后来世界慢慢咧统一了，总较规定爱用北边。但你小注意看，用北边看哪袂顺啦。有你来去坐迄个啥捷运哦，坐公车，你用迄北边看哦，足奇怪。古早诶地图，遮一间厝，还是有一间厝，遮一条沟仔，还是画条沟仔。现在地图毋是嘛吼，现在拢用迄科学诶符号，
比如画一个山，啊，伊就用迄种画安尼，吼，毋是安尼古早毋是有画一粒山，吼，啊，你看色佫无共款，啊，画来感觉安尼袂准。但我咧讲的种古早咧画地图，伊用身体感觉。看古早的台湾地图，奇怪，遮若画一个黄色的土地，也是即土色的土地吼，迄种有意义。黄色的土地就是无水过，黄，产黄的黄。啊，若画较灰肤色的，有水过的所在吼，有水准、高准过的所在，叫做田。哦，啊，你看地图那画迄落啊，哦，啊，专门古早画出来迄地图，现在地图讲啊，迄种足无准的。啊，但是阮若咧看历史来讲，哦，连了道理啊，慢慢啊看，慢慢啊看。迄厝有当时他会起庄仔厝，为了庄仔厝，为乌遐厝，迄拢有道理。佮表示讲啊，这草厝啊，捡草厝来水。啊，若要起庄仔厝，一般拢官方的厝，吼，真侪故事啦。所以恁小朋友若有趣味吼，你去慢慢看图，画无共款，内底绝对有意义的。古早人袂无代志无聊，好品味。